之前咧，我哋出過80後、90後嗰兩條啦，咁有人話：哎呀，喂，00後咧，不如你都總結下。其實如果要同00後加個現象級嘅標籤嘅話，我諗好多人都會好似我咁諗起一句説話：00後係過嚟整頓職場嘅。老闆話能者多勞，佢話吓多勞多得啊，咁要多加人工喎。HR 話唔好意思，公司有加班文化。佢話我查過勞動法。領導話：喂，你再諗諗啊。00後話：我諗咗好耐，諗得好清楚㗎啦。嗱，你見㗎啦，好多人都當笑話咁樣睇㗎。但係其實呢個標籤咧，我係覺得 mean 咗嘅，唔係整頓職場，而係大多數嘅00後夠膽講唔制。白岩松都曾經講過：別以為說是00後想整頓職場，哪一代人不想整頓職場啊？咁你會問啦，點解00後會咁膽大嘅咧嚇？因為佢哋嘅起步環境唔同咯。你諗下，大多數00後嘅爸爸媽媽係70後，有啲咧就係80後。70後、80後嘅工作時代，正係我哋社會經濟蓬勃發展飛躍嘅時代。經濟好咗啦，物質條件好咗啦，加上又係獨生仔女，個個都當自己嘅小朋友係金菠蘿皇帝仔女㗎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00後嘅成長基本上可以講係冇吃過咩苦，可能最多嘅苦就係要考試。轉眼之間嚟到2026年啦，第一批嘅00後終於長大成人，而佢哋面對嘅第一份工，大佬你要去加班加到11點，仲要搭車嘅錢唔俾報，你同佢講年輕人啊，要食多啲苦啊，冇壞噶你夠膽死將佢做嘅 PPE 當成自己做嘅，哼，諗你都冇諗啊！00後睬你都傻啊，一句執過嚟咩？點解啊？唔得噃！所以00後嘅所作所為咧，喺我哋呢一代人，甚至乎係70後嘅眼中咧，就會覺得00後嘅群體細路哥長唔大，唔識得做人啊！但係你要諗下，未來嘅天下就唔係我哋嘅天下啦，而係00後、05後，甚至乎係10後嘅天下。而我哋呢一班老人家，冇錯啦，係時候要退居幕後啦。所以白岩松咧，亦都幫00後講說話，你唔好話係00後想整頓職場咧，而事實上50後、60後、70後、80後、90後有邊一代人係唔想整頓職場？凡係合理合法嘅要求，職場當中存在嘅係反向嘅嘢，都應該整頓。唔單止係00後要整頓，而嗰個年齡階段嘅人都應該整頓起身，因為合理合法先至係關鍵所在。哇，咁聽落睇下先，揾個00後拜下先。呢位00後，從今以後你就係我大佬，跟你揾食。